感恩乜法要為人挑戰第35日。今日我好認真，我自己要好特別，好認真，好認真。你嘅目標係乜嘢？我嘅目標係要同埋邊玩，同爸爸玩，同小家人玩，同媽咪玩，同我玩，同啲小貓玩。好犀利！今日我嘅目標係要表演講古仔，又成功開心咁樣講古仔。我好感恩我今日有得去學校講故事，好感恩我好受歡迎，好感恩我好有趣，好感恩我可以講嘢，我有活力，有資訊，有唔同嘅能力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你睇，我好感謝我嘅老公同我一齊玩，好感謝我有我嘅 team， 好感謝我嘅 team 同我一齊努力，好感謝我嘅仔嘅學校好開明，好認真，好願意接納，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